8载後3日重建一隻封面，然中曹啟峰就提出嚟種田育田嘅新3日願景，希望做得老林邊老家東也達到過好年嘅傳統種植5業老農業，轉型變做日頭年發田嘅6年3業，係那今年嘅賣田價時係最好嘅，不過日頭年田廠建設嘅時間為今年下架，為了讓農民今年都冇好收入，佢條經濟咪係唔啲運用嘅實際好。8八風災以後，林邊同嘉東鄉嘅農民來到育田示範期，同一種技術育田新產業，其他傳統養殖業同農業轉型。對養殖業者來講，最希望嘅還係做轉到水生養殖，但係唔穩嘅地步因內路濫把節奏，想要恢復比耕田還個難。轉型做新型嘅產業，業者希望通過愛國家嘅地位，唔係人係這樣講嘅。要是能轉型轉業也好。但是動作也要快，88游到現在還是在規劃啦。屏東縣政府同五個水生養殖專區規劃做太陽能發電廠，響應政府政策嘅農民係認為，屏東日照長足，發展太陽能產業係天公嘅照顧。即馬換這粒日頭吼，要照顧屏東啦。太陽能產業就是日頭嘛，哦。伊伫全世界吼，也日照說是台灣最好了，台灣最好是屏東最好了，哦，這個就是我們的優勢啊。我們跟台電買電2塊半啊，賣電給電力公司可以賣到12塊9，12塊9一度。賣電嘅利潤高，故所縣政府希望輔導養殖業轉型種田育田。唔過，農民社唔敢全面去聽一項政策，因為人係整體落1年嘅時間，頭年冇收入，本農民唔敢按容易去嘗試。這個是剛過在整地，哦，整地哦要去安裝哦一些設施，哦，在1年以後，哦，我們是不是可以並聯上去電力公司？這一項設計，我們只能夠有一些非常些微的一個補助啦，但我們沒辦法做到這一點啊，因為先發電的就先有啦。如果已經農村建設相當嘅強，但係現下看到嘅美景，實係休耕以後嘅污泥，養殖業者唔敢去投資，大部分係因為林邊係嘅政治，本大家人冇放心。長盾牌嘅向防海嘅污泥地步嚴重嘅，流到嘅大部分都係垃圾。連農白因打水嘅水茶，馬蹄順風了涼。唔穩嘅變做野條最好帶嘅蔬菜，未來唔穩嘅變做育田專區，做得為農民帶來一大嘅轉變，還係愛等時間嘅考驗。客家新聞潘成旺屏東報。